教育部青年署推出计划，对全国200多个高中生内底来拣20个人，由新竹市的建工高中来带队去到冰岛，让学生囡仔会当实际来体验能源永续的问题，嘛了解到电小能源的重要性。 分工合作，做了他们这个人生里面第一次尝试的事情。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会在这边盖一栋房子。从家私到修理处，佮来到海边啊到捡垃圾。这群台湾高中生来到冰岛，除了实际参与当地国际 NGO 活动，也感受当地对环境生态保护佮重视。参与的学生拢讲，过程中学到真济，尤其是电小资源的重要。你可以和当地的国际志工有一些交流，可以更深入的了解说冰岛他们是怎么发展永续能源的，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聊聊说你们双方哪里意见的不同。分成了这个能源探索组，然后分成这个国际志工组，然后透过亲身实地到这个冰岛去接触、去感受、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应该有很大很大的收获。教育部青年署今年推出计划，由新竹市建工高中带20个高中生去冰岛。带队老师讲，除了开眼界，鼓励少年家要有勇敢的精神，嘛，让学生学会晓应变，面对常常发生的状况，想办法处理，培养自信。像我们在过程中遇到爆胎啊，或者像是行李迟到，或者是像是我们班机直接取消，虽然遇到那么多的挫折，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很有追梦的勇气，所以他们都能够用非常正向的态度去面对。自己在家呀，其实很多都是。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人都帮你一手打理好的。那其实自己这样子一出去，甚至是出国，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独立完成。有学生表示，对这摆的活动找到合适的价值，也在过程中训练家己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那是课本内底学袂到的代志，买个经验分享给同学，继续走向世界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